林俊杰台北今年第4场，连自己都说现场气氛跟前几天比有差，粉丝们一度连番尖叫30秒不中断。近几年林俊杰在大陆歌唱节目的导师群们，张敬颖、胡彦斌也特地来听演唱会，让林俊杰大公开说亚洲巡回 2.0 就要启动，甚至大方开情人节小玩笑，边用歌声和幽默把粉丝逗得好开心。JJ 林俊杰在台北连唱4天，压轴场话匣子完全打开。林俊杰，哦对，第1天是情人节哦 ，OK 啊，情人节就是互相吃彼此啊，悠悠开个小玩笑，还俏皮和在现场的伍思凯老师互动。当然，行走 CD 称号不是盖的，连周杰伦和方文山的歌曲，他也唱得如痴如醉。林俊杰，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远远，又何必去改变？以错过的时间整场轮番唱27首歌，带动粉丝拍般尖叫30秒，把经典区都唱一遍。林俊杰笑着说爱让人疯狂，哭着说爱让人紧张，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，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 OH 还有他那超动人真假音转换。林俊杰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，当初那些温柔，连林俊杰参加大陆歌唱节目的导师群，张敬颖、胡彦斌都到现场，让演唱会从头到尾零冷场。